茶甜甜希望会当汤干蜜甜，这是传统的凉糕啊。有人讲是金蕉鱼，有人讲是鱼糖，吃起来软软甜甜，是真侪人做囡仔时的记忆。即马伫咧市场也是会当看到这款传统的甜点心，也毋过一寡少年辈可能毋捌听过，嘛毋捌食过。烦恼讲传统口味会失去，凉糕仔店的头家叫做陈建明，12年前甲工程师的头路辞掉，转来传承老爸手艺。伊嘛有家己创意的想法，研发几落款的新口味，有桂花雪莲子、乌糖番薯，还有日本影帝红豆仔这个口味。它也是很好吃的，只是它逐渐的被现在社会遗忘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唤醒这一代的记忆。传统的凉粿软软甜甜，互人想到囡仔时代甘甜的回忆。即马记忆内底好滋味变甲更加水。半汤羹的皮是桂花口味，也是未受过头甜的雪莲子，就亲像珠宝同款水。真野目的，佮有内底包菜脯米甲香菇的草仔粿，佮有红豆芽的红菇粿，做甲细粒佮立体，佮做的外形使游客翕相留纪念。它的外观就是比较很 Q， 就是会比较吸引人，就是像一些很时尚的一些甜点这样子，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甜这样。然后跟那个皮搭起来，口感还蛮特别的。开发几落种创意凉粿出来的陈建明，头壳内定拢有新的想法，伫伊家己梦想的世界内底慢慢啊实现。地瓜跟莲子，对家己的产品真有信心的陈建明，见若拄到问题，伊拢无闪嘛无放弃，冷静落来甲问题解决。因为伊的心内早就已经画好一幅未来的图啊。希望可以把粿这一类的，不只是凉糕，可能包括一些昂菇粿或者是年糕，这些我们一些台湾传统技艺的一些点心，我们说是希望可以发扬光大。我们希望，它可以也代表我们台湾的伴手礼之一，比如像凤梨酥一样。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愿景是说，观光客来的时候。他是为来寻找这些贵的一些产品，而不是可能拜年节才会出现的一个点心。一份凉粿有珍贵的回忆，佮有陈建明对传承的责任，甲想要对少年一样的人讲袂完的台湾点心的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